今仔日是这大选的前10天，三方的候选人甲焦点放伫咧抹红政绩。民进党赖清德批评中国介入选举是真严重，绝对袂当互中国支持的人选来当选。若无，这总统选举就亲像是伫咧选特首。那国民党的侯友宜今仔登到新北宣传，呼吁选民爱集中选票，也强调反对境外介入台湾民主选举，而且伊是强调爱民进党莫甲人抹红。那讲到这郭文哲是去到桃园拜票，也替因党内立委赖香玲的造势大会助讲，伊也讲到问侯友宜，中国为什么对你遐好，替你做假民调？赖清德总统现在正在路口，亲自徛伫路口，甲民众小酒门。民进党赖清德冲刺6千催票，全体党公职早起7点半公布伫全国各县市超过1000个路口拜票。因为总统蔡英文4年前也伫同一个地点拜票，赖清德希望会当延续气势，赢伫胜选，也批评中国介选今年上严重，充满假信息，深鬼鸦片。但是要粉碎中国介入这场选举最好的手段就是中国支持谁？这个人绝对不能够让他当选，否则的话，台湾的民主就荡然无存。我们的选总统就好像在选特首一般。抹红政绩引起总统大选三方交手，国民党侯友宜青衫回访新北站顶开车哨，喊声呼吁选民集中选票，投予在野上中候选人完成政党轮替。除了爱民进党唔通抹红别人，也强调反对境外介入台湾民主选举。我反对境外介入台湾民主自由的选举，但是民进党不要常常制造大家的恐慌，尤其制造不实的消息，也不要去抹红别人。那民众党郭文哲是展开专题大车哨，再去前进桃园扫街呼选立委，针对最近讲侯友宜是中共支持的候选人，和侯友宜反呛爱动理心，唔通害别人。郭文哲也做出回应。我只是问他说，为什么中共对你这么好，还要替你做假民调，还把这民调做那种高的假民调，奇怪，所以为什么会整个台商系统在替你募款嘛？我非常清楚嘛，那个国台办没有点头同意，我大陆台商哪里敢动？国民党暗时警方中立市民夜市加支持者活动，搁前往民众党立委赖香玲的竞选造势大会有关选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